病把人与人的距离拉开 ，COVID-19 肆虐全球，让地球因而停止转动，病毒无所不在。这是一场长期战役，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。 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，全民齐心抗疫，以透明的资讯、科学的指引、专业的证据对抗病毒。而人们要自律，要团结一心，要坚守岗位，要谨记本分，才能让病毒远离我们的生活。